2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天。那群平均年龄不超过19岁的年轻姑娘，在西子湖畔正式集成了一个剧团。不知道那一天，杭州城里是否也飘着这样诗意而感伤的雪花？戏园子很大，小百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春去秋来，一晃竟20载。百花怒放，莺莺燕燕，那是可爱的姑娘们；满头银发，慈祥和蔼，那是昔日的园丁们。他们为神秘而优美的东方越剧吐露芬芳。2004年岁末，我们来到杭州香格里拉饭店的宴会厅，亲眼见证一个剧团为他20年的往事青春举行生日宴会。宴会的主角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时代越剧最优秀的代表者，戏曲园地里长盛不衰的百花园。宴会的主角也是我们，所有爱他和他一起成长的人。为了这场宴会，有人从美国直接飞来，有人从影视拍摄的片场赶来，更多的人冒着满天飞雪汇聚到一起，来为往事干杯。我们感怀这20年的繁华如梦，似水流年，见证我们共同的成长和流逝。而所有人的缘起，是在那一台繁花满眼的寿堂上。野鸡女儿起来，也有母亲，女儿路上辛苦了，要不要忙啊？也不愧为是尚书公子，孝心可嘉。是啊，你的母拍摄于1984年的电影《妇女拜寿》，是70、80年代这一批越剧观众的集体回忆。就像《红楼梦》是50、60年代的文化记忆一样，5个女儿拜寿，拜出了满台新秀，拜出了5朵金花。谁能忘记那个意气风发的白衣书生？谁能忘记那淡秀如菊的女儿三春？谁能忘记董珂娣一把声裂金石的好嗓？谁又能忘记那一胆柔肠的孤女翠云？而有多少人念念不忘毛维涛青涩淳朴的当初？小百花的20年，就是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黄金般的20年。我们来不及赶上老艺术家们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但我们是多么幸运，与小百花相遇在他们春花初放的清纯年代。
这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青春传奇。而传奇到底是怎样开始的呢？这个剧团的诞生，并不是从容不迫的组建，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的。因为1979年建国30周年的时候，中央文化部整整搞了1年，全国各个省市的戏曲团体到北京去献礼演出。当时我是文化部的特约评论员，在北京待了1年多，待了半年的时候就轮到我们浙江了。浙江去一演，很明显的和江苏、和江西、和安徽左右和上海邻居一比啊，我们的演员的年龄段比较高。中间呢，我们就招了将近要2000多年轻这个演员。年轻这个演员招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培养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恐怕要浪费。小百花开始这个建立之初，那时候他们都是一些16、17岁、17、18岁的工演人。而且我们到了上海以后，那是管得很紧的。我们的老厅长史兴同志，还金宝花剧团的团长，包括我们5、6个人每天干嘛呢？管他们，中午让他们睡觉，我们在大舞台的后门站岗，不让他们会客。为什么不让会客呢？现在讲不要紧，当时我们有一点防微杜渐，就怕有些小青年看中以后要找对象，那不要麻烦了嘛。果然有的，到嘉兴就有一个人，还有工作的公务员，一直盯了演员要找毛卫涛。毛卫涛没有懂科第也好，没有懂喝彩费也好，没有喝彩费懂科第也好，演员在下逃走。那时候干扰很多，那不像现在社交这么公开。那时候我们说老实话，我们也有一些侵犯人权。重聚是一场盛大的感怀与庆典，为青春干杯，与这一刻留影。还有什么仪式能够让所有人回到时光倒流的20年前？也许应该是一台汇聚起原声带小百花的舞女拜寿吧。已经是小百花掌舵人的团长毛维涛，从筹备活动之初就开始筹划这台演出。但是，到底能聚起多少原声带来参加演出，谁的心里也没底儿。20年过去了，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年的5朵金花，有3朵已经离开了小百花。何英和方雪文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何赛飞成了国内有名的影视剧演员，已经多年不登粤剧舞台。当青春往事渐行渐远，又有什么能把他们一一唤醒呢？也有很多无奈哈，这个岁月嘛，留不住的就是岁月，什么都能留住。那么这么多年下来的那个姐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对一些领导、对一些师长对我们的关心培养，这样的感情是永远蕴藏在我们心里的，这个逃不走，时间要逃走我们没办法。尽管时间这么长了，我从18岁那年拍电影拍完，就是蛮有意义的。我觉得《舞女伴奏》对我来说哈，它是我的第一个在小百花的大戏，然后呢又是主演的，然后呢又是电影拍完的那一天的关机饭，那天刚是我18岁生日的一天，纪念意义，我永远不会忘掉。对， 20年往事，青春历历就在眼前。
可重新走上排练场到再次登台，这中间的几多犹豫，也许只有真正深爱过这一切的人才会真的明白。因为我当时的确是没有定下来，真的没有定下来，因为这个没有定下来是种种原因。第一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太多的事情要安排，当然这个演出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像对，因为我毕竟出去5年了，你真的再重新上舞台，我对自己没有太大的信心，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就是你肯定很多的东西你都觉得很陌生了，就他们就批评我，就说你真的不行，他说不管怎么样，大家老姐妹，哪怕你上去1场半场你都得上，就说到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态会不一样。那我想也有道理，是他们给了我勇气，他们说你真的上，你如果不上我们会生气的。我也有个想法，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呢，我已经画了一个句号了，我已经画完一个句号，就说这个句号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想再上舞台了，就说我可能再上舞台就没有像我以前那种自信啊，那种，当然我想观众会原谅你，毕竟离开舞台几年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前面我也跟你说，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希望我最好的形象献给观众，我不希望有一点的遗憾。20年前的白衣书生，那个永远的邹英龙啊，他是那么的珍惜自己的曾经。20年过去了，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他生来就是应该属于舞台的。只要一到排练场上，一切都会回来。当然，你说你重复一下呢，能够恢复过来。所以那天排戏的第一天，他们严家就在开玩笑，他说：“潘晓文，他你真可以啊。”他说的，我说是啊，我说小动作全部记得，大动作全忘光。第一遍走完以后就觉得都忘了，大家都觉得很滑稽，就像他们说就像一批女生在那里都在那里斗，就是唱了上句忘了下句的，就这么在唱。但是呢，真的到了那个一遍走完以后，我自己再重新回去再复一遍，那都回来了。我觉得还全部都重新找到了那个感觉。需要重新在排练场上磨合的，还有毛维涛与何赛飞这一对老搭档。这一对当年的金童玉女，在《舞女拜寿》里分别饰演书生邹世龙和丫鬟翠云，戏份并不很多。20年以后，他们一个红透了影视圈，另一个已肩担着他的越剧江山，已经成为20世纪最富影响力的戏剧人物之一。这种心情真的是很难用1、2句话能够概括形容的。总体就是处在一种非常的一种亢奋状态，这种亢奋已经持续的时间差不多有1个月了。就从那个正式的筹备工作开始，前期的那些算是务虚筹备啊，就是创意阶段，到这个月呢，就基本上就是整个12月就是处在正式的筹备阶段的时候，就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办公桌上堆满了每天的日程，该干什么，干哪件事情，还有给谁打电话。特别是就是说到最后要确认就是哪些演员能回来，原声带的哪些演员能回来。舞女拜寿创意是希望能够83年版的这个原声带的演员，就原版的舞女拜寿所有的演员都能够上去。究竟能不能全回来，就是说这个心里确实没有底。而且我不是特别有把握，特别有希望，因为大家都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尽管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就是在圣诞和元旦假的这个中间，这样可能会假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但是依然是不太有把握。所以最后就是说到快临近那几天，
差不多陆续都来反馈信息，说都能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处在一种特别亢奋。等到我们从24号、25号开始，就是进入舞女拜寿排练的时候，今天来一位，明天来一位，排练场哈，就是整个一个真是一种特别沸腾的一种气氛，就是说每次看到都是完了就聊不完的话，所以那2天就用郭导的这个语言来形容，就是我们因为这次专门请郭导来帮个忙，帮我们组织排练一下，然后顺便把一些光，因为根据电视台的要求重新布一下光，所以就说他说我这个组织工作特别难做，这哪是排练场，这哪是排戏啊，整个老娘们聚会嘛的，所以我想就说近期这段时间差不多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心境当中。这凳子怎么了？真的有？不会塌吧？今天晚上？真的？不行不行。是练成。不行不行。本来他就紧张，你别吓我。对啊，本来我紧张的眼泪水都出来了。我们要培养下。还有啊，翠翠。啊。稍微唱得快一点行吗？行啊，当然。咦，你们帮我赶好了。对。乐队赶。对，稍微那个小阿星啊，你给他稍微快一点啊。还有毛一涛，那3声还是喊出来吧，喂。我这没嗓子哈。不是你，不管谁呀。我是喊出来了，刚才。我说喂。琵琶汤给我拿来一点。好。姑娘，醒醒！你是谁？我。等一下，这让我再来练一把，是这样吗？演舞台剧挺难的吧？对，戏曲演员是真正的艺术家，开玩笑，这样好。对，这样啊。啊，刚才是这样的啊，然后得，好，我说的对，再来一次啊，爸，你是谁？还是掉地上吧，还是掉地上算了，到那儿挺难的，是挺难的。你是谁的时候，右手抓住左肩的衣服，等于你自己放着。你是谁？手一搭转身。你是谁？哎，手搭上去，右手搭上去，哎，左转身走，转身走放，哎，这千万别让人家看出来了。不会，你右手很自然的一搭，一防范就走了。好嘞，大走。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造型不就特别好看？姑娘亲姑娘放心喝下这暖炉汤，这里是暖京城外最家长，只为我兄长观考福音心，奉少命当庭金宝上见
阳方，坏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正经的兵器满地说风光，看住有夫人经过想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吧。人到中年了，毕竟咱们那时候20年前，那时候平均年龄18岁，现在都几乎都已经临近40，都人到中年。每个人都有了很多的生活的体验，有了不同的生活的轨迹。有的可能还在团里，有的已经离开团里，而且甚至已经不再从事艺术工作的。当重新要回来，要重新再来参加一个就是说青春年代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性的一个演出啊，确实太有意义了。所以赛飞他说，我一听到那个翠云那个当当当当那个音乐一出来，他说我浑身鸡皮疙瘩就全起来了，我就哎呀天哪，我的命里头，他说我的生命里越剧对我太重要了，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一下子人会感觉好像要热泪盈眶那样，就是人会激动起来。所以我想就是说这次演出应该说是我们一次集体的青春记忆，一次怀旧，一次感恩。这是所有人的青春记忆，所有曾经爱过小百花的人的集体感恩。一个老电影从记忆深处向我们缓缓展开，而讲述故事的人竟然能够真的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光随着我们的青春汩汩流动，挥去这20年间发生的一切，一切是否能够回到当初呢？当年的化妆师兰玲早已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早已不用事必轻工，但这一次的妆她仍然要一个个亲手来画。我们就这样看着她把花儿们的青春细细重描，让往事在她的手上一一重叠起来。这批孩子们这20年过来，有些还在这个领域里一直走到现在，像我们还有老吴涛啊、江瑶啊、邵燕、陈慧啊、李克健，这些一直在这里走过来这20年。那些何应方雪文啊、夏赛丽啊这一波，何赛丽啊都已经是到另外一个乐去了。但是趁着这一次的团庆20周年，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回来的那么齐，那真是非常幸福。我觉得小百花还是有凝聚力的，小百花这个牌子还是响亮的，而且小百花出去的人还是有感情，所以在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就回来了。我想这一次能够聚得那么齐，是冲着这个小百花20周年的团庆。如果说不是这个20周年团庆，永远凑不到那么齐。也许每一个同小百花一起走过的人，都会像兰玲那样，把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过得好不好，他们在还是不在，就像我们记得每一次的离别，记得那些从我们的越剧世界里消失的人，记得那些遗憾和伤感。1997年，何英离开小百花去了美国。3年后，方雪文悄无声息地远渡重洋，也离开了舞台。我们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花儿一一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也许我们不能记得所有的离别，可就有那么一些人让我们刻骨铭心。我真的蛮感慨的，尤其看到我们的老领导，以前的舞美队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乐队啊，我觉得看到他们真的是，我没见他们也整整10几年了。所
所以这次看到他们，我真的非常的高兴，也高兴小百花有这么个机会给我们大家再相聚在一起。是问一声好，还是抱一抱他，抚一抚这些年岁月留下的痕迹，亦或是追问一句：当年怎么忍心，怎么舍得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越剧，离开了所有爱你们的越剧迷？我觉得呢，在当时的一个情况下，我把《红丝作》拍完以后，是我拿那个，因为《红丝作》拿了全国文化奖哈，我个人得了文化奖大奖。那对我个人来说呢，就说，我觉得就说，好像我如果再要冲上一个更高的高度，对我个人来说有难度了。就是我觉得可能从我的心愿来说达不到了。我尽管在小百花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也达不到，就是说像我心里所向往的那样。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来排一个很好的戏，或者一个很好的本子，这不是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而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达到。但是在那个情况下，比如说你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经济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导演啊，包括编剧啊，包括各个方面，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能力再去达到的。就是所以我就在想，可能那一刀可能斩得太齐，可能有点残忍，但是我觉得呢，对我自身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句号，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这是戏里的情境，更是这20年风雨归程的写照。青春已经不能够辨识来时的路，我们已经在这尘世里转了20年，趟过了岁月的河，这中间的时光到哪里去了呢？幸好我们还能在舞台上看到他们携手相望，看到他们团聚，看到他们风韵依旧。舞台就是这样一个奇迹。当我们慢慢长大，当他们渐渐沧桑，舞台上依旧是昨日的传奇。我们就在那里回望到了自己已渐行渐远的青春。